調查發現，香港人最想收到嘅聖誕禮物係智能手機。冇錯嘅，電話確係好選擇，但作為送俾另一半嘅禮物就真係巷咗啲啦。始終作為香港人，工作太多，時間太少，我哋好多時都會忽略咗對另一半嘅關心同分享。一年一份嘅聖誕禮物，梗係要花啲心思啦。所以最近就有套微電影《My Love》，藉住一對年輕小情侶嘅生活故事，同觀眾一齊重溫愛情嘅甜蜜同感動，再帶出一份窩心嘅禮物係有幾重要。當中觀眾最 like 嘅，當然係嗰條兩圈緊扣設計嘅純銀頸鏈啦。原來呢款由 Mabel 出品，名為 My Love 情侶系列嘅頸鏈，一共有3款，包括黑泰式、玫瑰金色或者銀色嘅組合。兩個環不切開關扣，但又互相聯繫、互相緊扣。好多人都讚 fashion 得嚟又夠晒冧啊！頸鏈上邊仲刻咗法文 De Mon Amour， 意思即係 My Love。聖誕嘅時候送特別浪漫。另外，電影入面潮爆嘅短片心意卡，買情侶頸鏈系列就有得送啦。靚靚嘅賀卡，播足120分鐘嘅影片，真係講幾多肉麻嘢都得啊！要玩神秘靜雞雞買，隨時上 Mabel.com 啦。買到 My Love 系列嘅產品之餘，仲免費送貨。呢份咁 sweet 嘅聖誕驚喜，你準備好未啊？